大家好，我係 Samuel，歡迎返嚟信仰不離地。喺過去嘅14日中，我哋深入探討咗人生嘅第一個目的，敬拜，亦即係為討神喜悅而活。今日我哋要開啟人生嘅第二個目的。聖經話俾我哋知，神不僅創造咗你，佢更希望你成為佢家庭嘅一份子。標竿人生第15日嘅主題係為神嘅家而做。聖經以弗所書第1章5節記載，神預定我哋藉住耶穌基督得兒子嘅名分，呢個係按住佢意旨所喜悅嘅。呢個係一個極其溫暖嘅真理。神係愛，而愛需要對象。神創造我哋，並非因為佢缺乏僕人，而係因為佢渴望擁有一群可以分享佢生命與愛嘅兒女。無論你嘅肉身家庭背景點樣，你喺神眼中都係佢渴望擁有嘅孩子。進入神嘅家庭只有一個途徑，咁就係透過重生。當我哋相信耶穌基督並接受佢嘅救贖時，我哋喺屬靈上就獲得咗一個全新嘅身份。呢個唔只係一張進入天堂嘅門票，而係一種關係嘅確立。喺神嘅屋企，我哋擁有共同嘅父親，並且彼此成為弟兄姊妹。呢種屬靈嘅親情，其深度與持久性甚至超越咗血緣關係，因為佢係建立喺永恆嘅基石之上。好多人誤以為信仰只係個人與神之間嘅私事，但聖經清楚指出，基督徒嘅生活並非獨行俠嘅旅程。神喺地上設立咗教會，作為佢家庭嘅具體彰顯。教會並非一棟建築物，而係一群俾神呼召出嚟嘅人。僅僅相信耶穌係唔夠嘅，神仲希望你歸屬於佢嘅家庭。喺一個充滿孤獨與疏離感嘅現代社會中，歸屬於一個彼此相愛、彼此扶持嘅屬靈群體，係心靈得着醫治與成長嘅關鍵。深度分析呢一份家庭感，我哋會發現佢賦予咗我哋3種極其寶貴嘅禮物。第一係身份感，你唔再係宇宙中漂泊嘅孤兒，而係萬王之王嘅子嗣。第二係價值感，神願意用佢兒子嘅生命將你買贖翻嚟，呢個證明咗你喺佢眼中擁有無可取代嘅價值。第三係歸屬感，喺神嘅屋企，你可以真實咁做自己，並喺愛中被接納、被修剪。呢份歸屬感能夠令我哋喺面對人生嘅風浪時，知道自己並唔孤單。然而，我哋必須明白，進入呢個家庭需要我哋做出意志嘅抉擇。神從不強迫任何人成為佢嘅孩子，佢始終張開雙臂，等待住嗰啲願意轉向佢嘅人。如果你嘅一生都喺度尋找一個可以稱之為家嘅地方，如果你渴望擁有一種超越世俗利益嘅純真情誼，咁呢份嚟自上天嘅邀請正為你而發。朋友，你係咪感到心靈疲憊，渴望揾到生命嘅根源與歸屬？神正在對你講，孩子，回來吧，我嘅家門永遠為你敞開。如果你願意接受呢份邀請，進入神嘅家庭，請跟我一齊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創立咗家庭，並邀請我成為其中嘅一份子。我承認我過去像個浪子，試圖喺世界中尋找滿足，卻感到更加孤單。今天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嘅救主，求你赦免我嘅罪，賜俾我權柄作你嘅兒女。我願歸屬於你嘅家庭，同弟兄姊妹一齊成長，活出你為我預定嘅目的。奉主耶穌之名祈求阿門。當你做出呢個決定，你就已經踏入咗神永恆嘅家。感謝大家，我哋下次再見。